台湾的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含你做参考。解文说字。好朋友人讲像米市百样人，有的人爱安定单纯，有的人爱冒险开创人生。讲到冒险，我就想到硕士新闻内底有几落首诗，拢咧鼓励人讲爱勇敢创造人生的价值。头一句讲休别有余处，木乱千滩条。顶句咧讲啦，咱以讨海掠鱼来比拼。各种头拄仔讲，有人爱安定，固定淡质的工课咧做到贪污，结果你安尼固定一月日、两月日，你无知觉，甲讲环境有一天会变化。若甲讲即窟水是千水，咳，大家烧钱舀，烧钱掠，万年啊都掠无啊！你无准备的人，你踮水边目睭金人上中。所以硕士新闻咧，甲咱鼓励讲木乱千滩条，看到千水，就要另外找生路，就要量早拍算，安尼叫做开创人生咧。过来七字的诗句讲：顺因落拓风生竹，鱼为奔波思化流。迄笋啊吼，安尼一直飞悬，一直飞悬。你甲想啦，这日拓，就是笋啊竹仔的虾仔落偌济啦，才有才条笋啊飞甲变一张竹仔遮尔悬。所以爱造物辛苦呢，爱造物困难呢。鱼为奔波思化良，鲤鱼屈手在潭中。自分命运太不通，福无方分交际处。自然变化得成良，都爱机会呢，都爱奔波，都爱再去刺激，爱去试探，爱勇敢冲破人生的难关呢。所以硕士新闻诗句嘛咧讲鼓励，讲你看千窟水啦，毋过你若勇敢，对这个溪流落去爬悬，爬去到源头，当时若不定高望，随性东流海洋深。你都爱爬去到悬的所在，才有才条看远。本来敢若看到千窟水的人，看到讲原来啦，水一直流去到倒位，流去到海边，遐海洋偌深啦，咱敢若想就知啦。所以讨海掠鱼的人，唔通搁固守的啦，你就爱勇敢开创人生，对这条沟，对这条溪，勇敢去行，行去到海洋边，行去到海边，要掠偌济鱼无？毋过咱甲想啦，想一个真确实。追求安定、追求固定的人也是较侪，毋则讲即个诗句，咧研究台湾的艺术嘛，咧鼓励人勇敢开创人生，确实真有意思。